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偉哥。現時咧企緊嘅位置就係大灣西區林森下，冇錯啦。而家我身後呢個咧就叫華發天潤自在城第三期。第三期咧佢叫做自在城首府啦。今次嚟拍咧一樣，佢有放少少咗嗰個政策，因為佢上幾個月咧，佢呢個小區。佢嘅政策有少少收緊嘅，依家咧按揭都放開咗少少。依家嚟講，佢又係俾咗另外一個政策，俾1.5成首期咧，送2年嘅物業費；俾3成嘅首期咧，佢送全屋嘅家私俾你嘅嗬，有20件咁多噶啦，基本上家私唔需要再買噶啦。咁呢個發展商咧一直以來咧，佢就係成個大灣嚟講咧。佢係比較有爭議少少嘅，因為點解咁樣講呢？因為佢係涉及偷面積，佢唔單係送面積俾你，仲係偷面積，可能係驚呢啲業主朋友買咗之後驚唔夠字啊，偷埋面積俾你嘅，所以佢嘅使用率咧就達到110%啦吓，所有減咗所有嘅公攤，仲可以賺翻面積翻嚟嘅，所以講呢個呢。就一直以來就成為大灣嘅網紅盤啦。佢唔單香港朋友比較中意噶，連周邊嘅深圳嘅朋友都非常中意呢個樓盤嘅。當然呢個樓盤係百萬大成嗬，分4期開發，依家賣緊嘅係第3期。但係咧，佢4期咧，佢都用公路同佢隔開嘅，所以我哋第3期，我哋就同你介紹第3期就得噶啦。咁第1、第2期就冇需要去睇。之前咧，大家去拍嗰個樣板間俾你睇咧，都係拍過第2期嘅，唔係第3期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第2期嗰邊咧，佢又交到樓之後，佢送嗰間房間俾你係有得睇嘅。但係咧，呢個第3期嘅展示咧，佢嗰個房間係冇得睇，因為點解？佢屬於係違規啊，偷面積俾你嘅。所以而家咧樣板間展示，佢唔敢展示公示出嚟俾你睇。交到樓之後咧，佢再同你去改翻嗰個房間嘅。不過呢個發展商依家都算良心噶吓，包括即係話偷面積俾你嘅嗰個房間咧，完全送俾你嘅咧，佢完全改好咗，唔需要你加1蚊雞嘅。之前嘅第1、第2期咧要加4萬蚊嘅搭板費噶，而且咧佢仲有一個陽改房咧，佢都改好咗，封好窗。嗰個牆嗰個都打咗嗰幅牆，然後咧改埋門，封埋窗俾你，即係唔需要再咧2次裝修下，叫人去封窗去改嗰個房間，即係一步到位，全部搞好咗俾你啦。咁呢個位置，依家我哋企緊嘅呢個第3期咧，前面呢條就係叫龍山5路啦吓，龍山5路咧係佢嘅中路嚟噶，即係話。大灣呢條中路一共有10條吓，龍山1路到龍山10路嘅。但係旁邊呢一條咧，橫跨東西嘅呢條叫大灣嘅主幹道龍海1路，從呢度向西走咧3公里就到咗深圳嘅地界，5公里就到咗沙田嘅地鐵口。好啦，咁首先咧一講到呢個交通吓，我等下咧再詳細同你去再介紹下，然後咧。萬達廣場喺邊度呢？就係從呢條龍山5路向南走幾百米呢，然後有個紅綠燈，再左轉第3個紅綠燈就萬達廣場。呢度過去呢，大概係2公里左右，就到咗萬達。咁呢邊呢，龍山5路一直一個過咗個紅綠燈係屬於惠陽地界，佢同惠陽交界嘅吓，因為呢條係龍海1路嘅一個分界線。一過去咧，嗱呢度仲近1.2公里到咗惠陽嘅中心，中心就係惠陽區政府市政廣場、天虹商場，全部都喺度嘅。嗰邊咧就好齊，食飲飲，包括惠陽嘅體育公園等等，全部都喺度噶。即係呢度唔單去萬達近，仲係大灣地區惠陽仲近嘅，因為呢度咧係交界嘅地方啦。咁好啦，講咗呢個咧，咁就第2咧。就講下佢嘅商業啦吓，佢嘅商業佢有自身嘅商業，所以講咧佢有8萬平嘅綜合大商業，
再加埋下底4期所有嘅商鋪加喺度，近20萬平方嘅商業。按照佢咧規劃打造咧，佢因為佢呢個一個即係話田字形嘅4個區當中咧，佢係打造個叫做高鐵購物公園。但呢一個商業咧，佢又有6棟嘅商業組成嘅，好大嘅，即係8萬平唔少嘅。所以講裏面咧，所有嘅衣食住行、食飲乜嘢都有。當然而家先做到一部分嘅啫，一部分已經係有咗乜嘢，有咗一個生鮮超市 KFC， 仲埋咧藥店啊、5金店等等吓，乜嘢都係有埋。所以講依家咧，基本上生活上嘅需求咧，自己嘅小區都可以滿足到噶啦吓。所以講交通頭先咧講遲咗，呢一邊過去5公里到咗沙田地鐵口，咁呢一度一直打上向前去咧，大概過去2.5公里咧就到咗惠陽嘅高鐵站啦。同時咧2公里左右咧就到咗惠州大陸人民醫院、三甲醫院，亦都係惠陽人民醫院啦。咁呢個醫療有比較近嘅。當然第二個咧就係大亞灣嘅惠雅醫院，呢度過去咧就有啲遠吓，去到大概係4.5公里左右。咁好啦，咁除咗交通、醫療、商業，基本上香港朋友比較關注嘅就係呢3點，都可以滿足到噶吓。而且呢個地點講真嘅，佢就係深圳同埋大亞灣嘅中心嘅中間嘅位置，所以呢度咧去深圳又近，去萬達又近。其實好多人咧就業主，好多網友評論，其實可能所謂嘅2線南山呢個位置，佢可能就係未來嘅中心。因為點解？因為佢中心區會向深圳輻射，就經過2線南山，1線南山到萬達呢邊走，又係經過呢度，呢度就係叫2線南山。啱啱呢個樓盤有啲特別嘅咧，佢就係龍海一路呢條路，交通非常之便利嘅。同時成個小區咧，佢有4個公交站嘅公交巴士站，1、2、3、4都有嘅。而家好似我哋企緊嘅第3期門口都有公交巴士可以到沙田地鐵站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呢個小區咧嗱，第3期佢總共有14棟相當係一個中大型嘅小區啦，單一期，所以佢嘅花園裏面嘅設施大家唔需要憂。雖然話成個小區一分為4塊。但係我哋咧獨立享受第3期嘅就得噶啦。當然好似其他期嘅同你都係冇關，好似對面第2期，冇理由你橫跨馬路去嗰邊花園玩，係咪先？所以第3期呢度佢已經係有咗乜嘢？有咗游泳池、下底嘅商業，而且咧個第3期咧建嘅時候咧係華發加入到來嘅，所以佢有升到級嘅。所有園林佢就好似推翻咗以前傳統嘅。好似第1期有水景啊吓，但係咧好多業主反映太多蚊蟲啦。咁第3期咧，佢除咗前面啲水景係風水角度，裏面嘅咧佢打造嘅叫旱溪吓，佢一樣有好多嗰啲湖溪嘅景觀，但係佢冇水嘅。但係咧佢就更加靚，佢好多咧嗰啲鵝卵石，有啲植物睇上非常之靚。旱溪係日本非常之多嘅。喺呢度咧，佢已經係有咁嘅啦嗬，而且咧佢翻咗6個主題嘅為景觀族。裏面咧，因為佢14棟圍和式咁樣長形嘅，咁花園顯得都非常之大嘅。咁好啦，嗱呢個咧除咗個大門口啊，非常之氣派之外咧，即係呢度做咗一個空中花園啦。因為呢度係地面，你睇個大門級別上去咧，上高去先係花園。咁好多人就話啦，我出邊行街行得好攰嗰陣，可能行呢度上去有啲攰喎，咁點算？冇所謂，佢隔籬咧，佢仲做多咗2部 lift 嘅，一個咧就係冇障礙電梯，又係加大加寬咗嘅吓，可以容納你18個人、16到18個人嘅大 lift， 而且咧仲增加咗一個手扶梯啊，所以講咧呢個發展商佢所有嘅嘢都為你諗得非常之周到噶啦。咁兩邊咧全部都係街鋪，你可以睇到佢個街鋪咧都係非常之現代嘅，有少咧一種歐式嘅嗰種，即係嗰啲街鋪，係咪先？睇見係比較有檔次嘅喎。
啱啱咧，而家佢右手邊呢個咧就有一個冇障礙電梯啦，有一部 lift， 然後咧呢一邊咧就有一個手扶梯，我哋過嚟睇睇先，係咪先啊？好似呢度咧坐手扶梯上去，如果坐輪椅嘅咧，有啲老人家咧行動唔係好方便咧，直接可以坐呢個 lift 上去嘅。所以呢個你睇一個門口，你就可以睇得到，你非常有面子嘅一個大門。你個親戚朋友過到嚟，哇！一睇呢個小區真係高檔。你每日咧出入咧，呢個歸家儀式感都係滿滿嘅。而家你睇呢個機器牌嚇，上邊咧就做咗一個內圓外方嘅一個結構。風水角度咧，就教你做人嘅道理啦嚇，叫天方地圓。出邊做生意一定要講得方方正正，俾人哋去欣賞你，俾人哋賞識你。但係咧做人應酬方面一定要圓滑，唔好話一個口，即係話好多人話一講嘢就激死人嗰種，人哋聽到唔爽。所以佢咧呢個都係帶有風水嘅一個大門嚇。咁好啦，咁行上個正中間咧一個咁嘅標誌，佢亦都係一個點就係咁嘅標誌嚇，歡迎回家噶啦，擁抱嘅咁樣一個標誌。到行上呢度咧，佢就一個背景啦。個背景咧，亦都係加到大理石嘅自在城首府，做到一個屏風，佢就唔會漏財。人哋話兩邊咧先係出入口啦。咁好啦，首先咧，我就從呢一邊右手邊呢邊入。喺中國嘅呢種文化嚟講咧，係右手邊入，左手邊出。好啦，一入到呢個小區，眼前一亮嚇，哇！一睇上去，中間嘅角度大理石，兩邊咧兩棵水景加兩棵羅漢松，呢個羅漢松都係非常之大嘅啊。然後咧水景呢度咧，佢又做咗好多嘅嗰啲綠植，修剪到非常之整齊，俾你行落嚟咧，真係一種好舒服。照睇成個園林，你睇從呢度開始。而家現時有展示嘅啦，呢個咧又係一個重疊嘅一個水景，後面咧一個超大嘅游泳池，見到未啊？成人細路都有嘅。佢周邊咧有東南亞嘅打造嘅一個風情，有中女士周圍等等。依家咧呢度一入門口都可以見到咁嘅景觀。咁好啦，咁依家咧可以見到，帶你嚟睇睇，佢叫一環一帶兩續六響嚇。佢呢度咧，佢就單單係小區裏面園林，佢就係翻咗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即係6個景觀帶啦。佢每一個景觀帶，佢有自己獨立嘅一個主題嚇，包括呢個咧叫溪澗，係高山流水，仲有一個咧溪泉光影水亭，仲有溪景曲溪探景，仲有一個咧係溪悅動空間，溪居尊享之庭，溪南同夢天地，即係佢每一個主題喺呢度，佢都有一個不論即係前齡人嘅一個園林嚇，無論係老人家、細路同埋成人、年輕人都有嘅，因為佢而家成個圍合式嘅咁樣建築嘅已經係足夠大嘅，佢加埋有14棟咁多，下底嘅街鋪可以見到嚇，呢啲全部都係街鋪。如果呢個成個街鋪開起來都唔不得了嘅嚇，而且咧佢係依家呢一期前面嗰條有一條高鐵，高鐵下底咧佢係打造個高鐵公園，依家咧佢嗰個有一個農貿市場都起好咗，封到頂噶啦，佢等呢個都係呢個業主入資嘅時候咧，佢基本上就可以開起來噶啦。當然啦，呢個咧就意義好大嘅，因為咧二線南山咧比較少農貿市場，呢邊嘅自建房村民比較少。所以佢呢個農貿市場開起來也係非常之熱鬧嘅。咁好啦，依家咧我哋嚟睇佢嘅示範單位。依家目前14棟咧起好嘅就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棟，已經起好咗6棟噶啦。而家賣緊嘅咧亦都係呢一棟同埋前面呢一棟嚇。呢棟咧基本上賣晒嘅，仲有零零散散嘅2、3套。依家咧我就帶大家去呢個就係現時即係最真實嘅一個示範單位，即係佢交房俾你嘅，至唔係話以前睇過所謂嘅樣板間。咁好啦，而家咧就跟隨我嘅鏡頭咧就落去睇。首先行過來，首先我出現喺眼前嘅咧就係一個
入戶大堂啊，樓下入戶大堂，佢亦都係一個山中式嘅一種結構學，佢唔會話做到花花碌碌咁樣，即係個顏色咧都係比較相近嘅，一睇上去咧就係比較低調，而且佢又唔失嗰個奢華喎，因為俾你睇咗之後咧感覺好舒服。最驚咧就係有啲入戶大堂咧搞到花花碌碌，但係有不倫不類嗰種，又冇檔次啊！佢前面呢個前庭嘅呢個休息區都非常之大，你睇啊，兩邊就擺好咗俾葉子草嘅凳凳台嗰啲椅啊，攞去打啤牌作旗，全部都係 OK 嘅。行到呢度嚟咧，呢度就係碌卡入去噶啦。呢度咧真正係到咗一個入戶大堂啦嚇。入戶大堂呢度入嚟，你睇層高6米，兩邊咧全部係做到一種帶你食，而且咧呢啲花紋都非常之靚嘅。然後咧呢邊有2個 lift， 佢全部採用係2 lift 5火嘅一層樓，其實都係足夠用嘅。咁好啦，依家咧我哋就坐呢個電梯上去睇睇先。好啦，而家嚟到你87平方嘅交樓標準後，所見識所得。當然啦，佢仲有一個前贈送嘅房間未展示出嚟，因為呢個咧唔允許展示噶。到展示咧，房管局就要計你面積噶啦，仲要罰錢嘅，罰稅噶。好啦，嚟睇睇佢嘅樣板間。佢樣板間嘅戶型圖而家見到，奇怪啦，佢得2間房嘅喎，就冇房間嘅喎，係咪先啊？呢個主臥，呢個陽台房。其實佢仲有一個房間咧，係呢個位置，就係呢度嚇。一入嚟咧，唔係一入嚟入門呢度咧，就呢一個框架，見到未啊？呢度係有一個房間嘅，嗰個門咧佢開喺呢度，入嚟咧前界面積，而且好大嘅。之前一直有視頻睇，拍到嗰個房間就係呢度位置。一入門就1、2、3，呢度咧現前呢間房唔計面積，呢度咧計一半，露台計一半。飄窗唔計面積，所以佢就達到110%， 87平方嘅積，相當於咧你使用面積都達到成100平方啦，相當於人哋120平方咁嘅戶型啦。因為點解咁樣講？因為佢你睇下，佢有80幾平方嘅，你睇佢開間都去到3.8米咁長嘅。通常80幾平方有3.5米，非常之唔錯噶啦嚇。所以呢個咧仲有2個廁所，呢度咧有一個。客廁之外，呢度仲有一個套廁。咁好啦，依家咧呢個咧所見識所得，就係交樓標準。一入嚟你可以見到呢個入戶門係裝甲門嚟噶，好重噶吓。佢側邊係鋼板嘅木，中間係木實木嚟噶，而且咧佢裏面咧鋼板都係防爆、防盜、防火嘅，帶咗個4合1嘅智能門鎖。咁入嚟之後咧，佢所有嘅天花都吊好咗噶，吊得非常之精緻嘅。一入嚟呢邊咧就係一個餐廳，呢邊咧係一個廚房。呢個廚房咧做到都非常之大嘅，你行落去睇下就好長，雪櫃位留喺嗰度嚇，80幾平方都做得夠大。最關鍵咧，佢呢個寬，即係話3個人同時呢度做，即係話炒餸咧、做飯咧都係足夠空間容納嘅。咁佢嗰個房間咧，我同你講就係呢個位置，開個門，然後嗰邊咧就有一個房間啦。當然個房間人哋話會唔會暗間？放心，落去之後佢成幅牆咧朝東面嘅，仲係全落地玻璃嘅一個窗嚟噶。就係呢度落去呢個房間，單87平方呢個房間都有9個方咁多，完全係贈送俾你，唔計面積嘅話嚇。好啦，呢個餐廳一過嚟咧，呢度就係客廳啦嚇。客廳你睇下佢呢種顏色，包括呢種顏色，包括所有嘅嗰個。上邊嘅天花，我感覺佢係比較現代嘅，大家可以睇到，佢哋係帶咗個山風系統嘅喎，見到未？山風系統，因為咧呢個咧，你天氣熱嗰陣開空調咧，就唔會話驚裏面空氣循環唔好，有啲人避炎嘅，最多係避炎嘅，吹空調吹耐唔得，但係佢帶咗山風系統之後咧，去換風咧。就可以減輕到好多啦嚇，就唔會咁難受噶啦。咁好啦，呢個露台咧，佢一樣嚇南面嘅呢個二樓到一個洗衣機嘅位置，你睇下呢個睇咗去下底呢度先睇到嗰個游泳池幾大，成1000幾平方嘅話呢個游泳池，上邊嗰個係兒童呢個成人嘅。其實呢個咧一直見咧就見到嗰一邊，因為嗰邊咧佢係一個而家咧建緊嘅，一直到見到嗰邊去到係總共有14度。
但係佢喺呢度之前有講過，佢有少少遺憾嘅咧，佢離高鐵有對面咧就係一叫下山高鐵嚇，即係前面嗰一棟咧可能離佢就近啲，近少少。其實你呢度睇緊行住去睇，都係有一定嘅距離嚇，過去成8米咁闊嘅。其實嘈又唔係好嘈，佢每個咧就係採用咗雙層嘅隔音玻璃之外，佢仲加咗個山風系統，亦都意思即係話你唔使驚嘈，你閂埋窗俾佢好靜。但係好多人驚閂埋窗咁悶，所以佢就增加咗個山風系統俾你。所以呢個87平方嚟講，一做到3房2廁係廳大房間大。通常講，我知道好多樓盤110幾做大3房嘅，其實都唔夠呢度大嘅。咁好啦，咁而家你再去裏面睇睇休息區，裏面仲有2個房間嘅喎。好，再入嚟咧，首先嚟睇下做手邊呢個咧就係做到一個客廁啊。呢個廁所你睇佢呢個淋浴區做到都比較闊嘅，咁大，冇問題。呢個係馬桶，然後咧個洗手盆你就放咗出嚟啦。呢個係最合理嘅設計嚇。朝早大家唔需要爭廁所，該刷牙嘅刷牙，我上廁所就唔使話，我要刷牙，佢閂埋門我又落唔到去啦。咁好啦，過去呢邊咧就係個陽改房啦。呢個陽改房有係計一半嘅積嘅嚇。咁我覺得咁奇怪喎，呢度入嚟之後到咗一幅牆嘅，因為佢從呢度開始先係送一半面積嘅，所以你發展商咧，佢連呢個房間都改好俾你。到時嗰個門你係裝喺呢度位置，呢個床呢個牆咧同你打咗佢，全部搞好，封埋窗一樣貼埋瓷磚俾你嚇，同嗰房間嘅嗰個係一樣嘅，一樣貼埋磚俾你，就係一個方方正正嘅一個房間啦。呢度又係計一半面積，入戶嗰度咧就唔計面積，所以講佢呢度咧就係偷面積嚇。呢個發展商好啦，再過嚟呢邊就係一個子澳啦。呢個子澳咧，亦都係一個套間喎嚇，佢又帶咗一個套廁，也係乾濕分離3個電位嘅。呢度再同你講下，佢呢個飄窗咧，全部都好易打嘅喎。你睇呢個假嘅，咁你貼上去㗎，佢又打到佢呢個房間咧就比較大㗎啦。佢發展商都會打到呢個飄窗俾你。現時佢冇辦法，因為展示佢唔可以打，佢打咗之後咧，來驗收嗰陣，佢就呢度都要計埋面積俾你噶啦，咁又係多咗面積變成所以佢呢個一樣，佢所有嘅飄窗都打咗俾你。呢個子澳有一顯得好大，呢個咧就係87平方3房2廁嘅戶型。雖然話3房，其實你俾錢嘅得係1個半嘅房間佢又送咗1個半嘅房間俾你。咁而家咧呢個單價最低可以去到8900蚊到1萬0幾之間。佢係睇每一棟嘅價錢係唔同，樓層同埋戶型。佢呢個戶型咧有西南方向2戶價得係比較平，東南方向體驗欄會貴少少。所以講最低冇話8900就要佢9000蚊，帶埋裝修，你俾多啲首期就送埋全屋嘅家私俾你，事實係好抵啦。咁好啦，依家咧去睇睇其他嘅戶型。好啦，而家嚟到個咧102平嘅，亦都係港人朋友最中意嘅。當然啦，唔單港人朋友，其他嘅業主客戶都比較中意呢個戶型，因為點解？呢度可以做大橫廳，亦都可以加南北通嘅可以改嘅，有冇改？嗱，OK，嚟睇睇佢嘅戶型圖。102平，而家見到嘅就係得幾多啊？1、2、3，有得3個房間再加埋一個陽改房。其實佢有4個房間嘅，可以見到凹落去呢個位置都有一個房間。呢個房間都呢個位置嘅房間都唔細嘅喎，成10個平方嘅喎呢個房間一入門，然後咧佢嘅門會開喺呢度，佢係揼板出嚟嘅。完全贈送唔計面積，呢個房間咧計一半，露台陽改房，主臥1、2、3、4啦。你睇佢一個大橫廳嘅結構單個大橫廳就去到3.8米加2.4米，相當於係6.2米咁長噶啦。你話102平可以至到一個大橫廳嘅一個4房，所以呢個戶型咧非常之勁爆噶。一直以來咧，港人朋友我知嚟埋呢個樓盤
90%嘅香港朋友都係買到呢個戶型嘅。當然啦，佢就比較稀奇嘅啊，一棟樓得一條腿，一戶係咁嘅。另外4戶咧就係嗰個87同埋106嘅。當然佢106嘅又係4房，但係唔係大橫廳嚇。等下再帶你去睇睇。好啦，一入嚟呢個一樣係佢嘅交樓標準，佢嘅入戶門。加埋咧過來咧呢一邊咧就係一個做咗個乾濕分離嘅廁所啦。一入門有啲人係中意呢一種嘅嚇，佢入去洗咗手先入嚟咁嘅。好啦，咁行落嚟呢度咧就係一個大橫廳啦嚇。呢度係餐廳，呢邊係客廳。餐廳呢度咧亦都係帶到一個飄窗嘅喎，飄窗係唔計面積，依然係一個山風系統噶。咁好啦，再過到呢邊咧就係一個廚房啦。呢個廚房一睇啊都幾舒服，佢係做到個 U 字形嘅嚇。啱啱喺正中間呢個採光窗，但係呢條就係龍海一路，就係交匯啦嚇。龍山5路同埋龍海一路交匯，一個去東華大道，自此喺呢度開始咧去惠陽中心都非常之近嘅，雪櫃位都係留到俾你，係比較大嘅。包括佢所有嘅呢個燃氣罩都係用嘅方體嘅，包括油煙機全部都係。呢個咧就係上吊軌式嘅呢個推拉門嚇。咁樣嘅話，再加上呢個咧，佢仲係一個鋁合金框去包玻璃嘅，睇起嚟咧就比較第一，佢又唔會咁快污糟邋遢，又比較壯啊。第二個咧就比較美觀，呢個係最關鍵。嚟到呢度係第二個房間嚇，第二個房間咧個飄窗亦都可以打嘅。你睇呢個房間啊，都唔細嘅。如果飄窗打到佢咧，基本呢個房間放1.8米嘅床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好啦，講到個第一個房間喺邊度咧？頭先嗱個戶型圖睇到嘅，佢就係呢個地方，佢開個門，呢個開個門，呢個門後面咧，佢就有一個房間，個房間又係成10平方咁大嘅，非常之大嘅，唔計面積嘅。當然啦，佢就基本上按照流程通知你嚟收樓，收咗之後咧，驗收之後佢就同你去改呢個房間啦，改呢個房間一定要等政府驗收咗之後。政府嚟睇，按照咁樣驗收都 OK， 佢就同你去改，所以呢個係唔計面積嘅，就係呢個位置嚇，開門落去嘅。好啦，一講到就第一、第二裏面咧就仲有2個房間，一樣嚇。呢個天花唔知你中唔中意啦？佢呢個咧，你睇佢吊到嘅咧，呢邊係電視背景牆啦，吊到厚啲雙眼皮嘅。呢個咧連窗簾盒都係做到咧成幅牆嘅，好美觀嘅。呢度窗簾點樣吊？都係好靚，一樣有佢嘅山風系統。OK， 山風系統咧，佢連到全屋都係嘅喎，房間裡面都 OK 嘅喎。一過咗嚟呢度係第3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咧發展商就夾硬送一半俾你啦，因為陽台係用陽台佈建係嘛，計你一半嘅面積，封埋窗，呢度搭埋呢幅牆，裝埋門，發展商同你搞掂，唔需要你自己咧另外額外去揾裝修公司嚟整，因為大多數呢個樓盤咧，呢個陽台房咧要你自己去改嘅，要你自己花錢去改嘅。但係呢個咧話發展再成咧，佢一下改好俾你啦。再入嚟到第4個房間子我啦嚇，子我亦都係帶到一個乾濕分離嘅套廁啦。OK， 再過嚟呢邊就瞓覺嘅地方，亦都係一樣嚇，成個飄窗咧可以打咗佢嘅。呢個房間咧顯得好大啦。而且係南向呢度咧，亦都可以睇花園、睇游泳池。前面嗰戶亦都係讓睇花園，所以咧呢個戶型咧102平嘅做到4房2廁大橫廳嘅。使用率雖然話係102平，佢真真正正你用得到嘅都去到差唔多110平方咁多啦，係嘛？咁好啦，除咗之外，佢仲有另外一個戶型106平，但係咧。佢呢個房間佢唔係大橫廳，佢係朝南嘅，但係咧佢一樣有4個房間。咁好啦，依家咧我哋過去睇睇先。好啦，而家嚟到咧106平嘅4房，呢個唔係大橫廳，佢係市廳嚟噶，朝南向嘅。嗱，可以見到一個戶型圖，一樣見到嘅咧戶型圖就係1、2、3個房間。其實佢另外一個房間咧多咗出嚟嘅，喺邊個位置咧？我哋行出嚟，佢就係呢個位置。多咗一個房間唔計面積嘅嚇，呢度開門即係成個發展商偷俾你嘅，唔計面積，呢度計一半。咁好啦，佢而家我哋就入嚟
首先咧，一樣啊，呢個係交樓標準，數見即數得㗎，即係呢個房間喺呢度開門，邊度開門？咁去到入去之後咧，就已經成個一個房間成10個方嘅嚇。佢兩個102同埋106個房間係比較大嘅，成10個方咁大。呢度咧就係一個餐廳，旁邊呢個就廚房啦。呢個廚房咧亦都做個非常之大嘅一個 L 型嘅。嗱，呢個廚房係好闊流，嗰邊咧就係一個雪櫃嘅2樓嘅位置俾你，都係比較大。呢度咧就係採光明窗，即係白天嚟講咧，其實唔使開燈都非常之光嘅。好啦，呢個餐廳咧行過嚟就係客廳啦，一樣嚇，上邊嘅天花、山風系統全部都係帶埋俾你嘅嚇。呢度嘅開間嚟講都係差唔多嚇，都去到3.9米。OK， 呢個咧就係佢嘅露台啦。露台咧一樣嚇，呢個係南向嘅一個露台，都係睇花園。就呢個戶型嚇，不論呢一棟都好嚇。OK， 咁好啦，依家咧就落去，裏面咧就仲有3個房間㗎。再入嚟呢個左手邊咧，呢個係次臥嚟㗎，一房間都唔細，個飄窗亦都可以打㗎，都可以打咗佢。其實呢個唔需要打，已經係較闊嘅、較深嘅呢個房間啦。好啦，到過嚟呢邊咧有一個客廁啦嚇，做咗個乾濕分離，3個電位嘅。OK， 到呢度咧一樣係一個陽台房，到時咧呢幅牆可以剝咗佢，封埋窗俾你，發展窗全部同你做埋嘅。到時個門你就安喺呢度啦嚇，裝喺呢個位置。好啦，即過嚟就主臥，呢個主臥亦都係個套間，帶咗個套廁。一樣做咗個乾濕分離嘅，咁呢個咧一樣嚇過嚟呢個我都建議呢個主臥嘅飄窗可以打咗佢，一樣佢交俾你，佢會多數都同你打咗佢，除非你話我要保留佢，佢就同你保留。你冇講嘅情況下咧，佢會同你打咗佢，你顯得呢個臥室就比較大啦嚇。呢個主臥打咗佢咧，你就放個2米嘅床都係冇問題。而且咧一樣係睇花園嘅嚇，一個好大嘅一個落地窗。然後咧佢一樣嚇，主臥呢度同埋廁所嗰度都帶咗一個緊急按鈕，即係話屋企有時咧唔係好方便，有啲特件事可以撳佢，10分鐘之內嗰個物業保安咧嚟就會嚟呢度嚇問你乜事噶啦，就嚟睇情況噶啦。好啦啊，3個戶型咧都睇咗啦，而家我嚟總結一下嚇。優點咧就唔使講噶啦，使用面積全灣區係罕有嘅嚇，超110%。發展商唔單話送面積俾你，而且係偷面積俾你。第二咧，第3期升到級嘅嚇，包括佢嘅園林所有嘅用材用料都係比較靚嘅，而且咧佢呢個小區依家咧搞緊嘅活動仲送埋全屋嘅家私俾你，但係佢唯一嘅缺點係乜嘢咧？就係嗰條高鐵有啲近，有少少嘈，但係發展商為咗呢個咧對付佢嘈音咧，佢就做咗雙層嘅隔音玻璃啦。可以講關上去就好靜嘅啦啊，個聲音即時靜落嚟，根本聽唔到出邊嘅嘈音。再加埋一個山風系統，你可以開空調，完全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好啦，今期咧視頻就介紹喺呢度，佢嘅價單都係8900到16000蚊之間嚇，所以講俾你揀。當然啦，如果你話唔係對戶型樓層都唔係好在意嘅情況下咧，就可以講8、9千蚊嘅大裝修非常之唔錯噶啦。好啦，今期視頻咧就介紹喺呢度啦啊！如果你對呢個有意向或者係惠陽大亞灣，你仲要了解其他問題咧，可以加偉哥嘅 WhatsApp 同埋微信嚇，視頻嘅左右上角都有二維碼嘅啊！我竭誠為你服務嘅，有乜嘢問我都係免費嘅，而且近期有打算過嚟睇睇，可以提前預約偉哥啦嚇！我哋去到深圳嘅羅湖同埋蓮塘海關接你嘅。咁好啦，今期視頻分享呢度，記得同我點個 like，下期見，拜拜。